昨暗晡有人伫新北市中和4号公园内底食薰哦，有民众是食不完讲，因去检举哦，所以拢无马上处理。卫生局是表示讲，一般收到通报了后，会搁找时间去现场稽查。嘛强调讲哦，一直拢有在抓。今年到搭伫新北市的公园，嘛至少开出100场违法食薰的罚单咯。新北市中和4号公园有人拿爆薰啊、椅牌啊。就算到店有写公园袂使食薰，不过因要是完全无咧收。在公园是不太行了，因为有老人家有小孩，会有警察来巡吧。有时候巡到他会规劝。公园不是本来就不能抽烟吗？会影响到小朋友比较不喜欢。无论是到店或者是告示牌啊，现场真侪所在拢提醒公园内底禁止食薰。不过顶一日有人控诉讲，警方接到通报去现场。迄个人已经无咧食薰啊，所以无法度登记伊的资料。了后，伊去卫生局检举，想袂到对方回应讲，稽查人员敢若伫咧上班的时间才会去现场。就会把他定下，就告诉他你是什么时候看到的。我们不会只有上班，我们还有假日巡查的。像今年来讲的话，我们增加巡查的，相较去年增加40%。面对民众的指控，卫生局驳回讲，因的当然袂安尼回应。若照流程，伫登记资料了后，会无定时去遐稽查。尤其新北市的公园目前是全部禁止食薰。今年到搭抓到公园食薰的案件，新北市就有100件，相当罚1万块。我想侥幸心理是一定有的啦，就是因为其实刚刚提到宣导，其实大部分的吸烟的人比我们一般的人更理解法律。照薰害防治法的规定，公园内底除非有设置食薰的所在，若无是禁止食薰。不过当时基金会讲，部分的民众也是急苦苦。建议也是爱加强警示的措施甲处罚。也拿着美化环境景观处回应讲，伫咧新北市公园管理自治条例通过了后，公园管理的权限会委托予区公所就近来管理甲劝导，相关的规定就会当搁较明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